歹势吼，爸，歹势吼，互大家失望啊！准时起床是无问题，大家。熬早大家，熬早大家，熬早大家。但是讲会到做会到呢？熬早大家。平常时会害心的，无看恁会遐早来。昨讲5分钟以内都无算迟就好。若是咧等，若是咧期待，但就是做半那个迟到的大家，歹势吼，失望啊，免客气啊。而且，当时呢，毋是干那起床尔吼，头都要去买。拜托，哪有可能？昨昏讲要食啥？大家敢有印象？昨昏讲早顿要食啥？早顿吼，拜托我今仔日。爸，拜托我今仔日真正足认真起床的呢。对，讲要食暗藏两饼对无？毋是等下，昨昏讲5分钟以内就算准时。我59分就坐伫电脑头前，就看迄个时间，1分1秒咧过去。为着要证明互大家看吼，就是我要甲我的早顿搭伫遮。毋过嘛，等下吼，我就是为着要翕相，才会迟等2分钟、1分钟。我试落去开始害心是6:01分，而且就是你敢知影？我今仔日透早，原底遮楼骹就有一间早顿店，结果伊今仔日下早竟然无开。毋是啊，谁会知影一间咧？毋是，不啦，对，谁会知影下早5点的早顿店？就是毋是，我咧讲啥？无正常人拢袂知影礼拜的早顿店敢有开啊？对无？谁礼拜咧食早顿啊？好，我来甲大家讲较早。今仔日毋是暗较早，是熬早，大谢倒啦！多谢大家今仔日吼透早安尼无困，头拄仔已经看着人无困啊，是无？毋免，大家透早就是爱好好起床，下早就是爱起床。ET 熬早，鲁比熬早，明话熬早，文聪熬早，即个就心熬早，毋是不，我是咧名单啊，就是泡熬早，搁有啥？来我看觅哦吼，耍游戏熬早，我感觉昨昏初见平安着无？每日暗熬早。无呀，我就是袂早，即个时间好啊，即个时间
刷落来拢无代志啊，对无？就是像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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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所以即马我敢袂当继续困啊。无啊，我来食早顿啊。啊，我等下，我要放倒互大家啊。已经袂记住。恁今仔日竟然真正甲我起床，我已经做好今仔日会知影，就是完全无人的准备啊。拄起床，我其实5点半就起床啊。啊对，讲啊一半。哦，讲到一半，会知影，我是讲楼骹的早顿店无开，所以我只好行。我只好行较远一点啊，去食早顿啊。啊，就是对啊，只好一段对。我有看到明尾无困，多少无困哈。毋是啊，我即摆用迄个就是除掉背景的迄个软体，咧除我软饼的背景，结果伊直接甲我的毋是软饼，甲我软饼的纸壳仔除掉啊！所以我即摆若是，好，我要甲图放互大家看，我要证明我有买早顿，就是暗藏软饼，暗藏软饼，是安怎？无晓拍字啊！暗藏，藏。大家好，软饼是有诶吼，即个放伫遮，よいしょ。早顿的软饼，而且我阁偷摕林冠生放伫冰箱的甜的豆油糕，毋过剩最后一包啊。阁有一个咸豆奶吼，昨讲咸豆奶，今仔日就买咸豆奶。希望伊莫甲我的碗，就是除，吼哟，伊真正甲我的碗除掉，安尼就像无好看的物件呢。啊是我直接甲这个，就是我直接甲咸豆奶的规碗放伫遮好。伤大，无咸豆奶就是伊除掉背景了后，竟然敢若剩内底的迄个，就是内底豆奶，啊伊原底就无介好看，即摆阁安尼，我惊有人入来的时阵会感觉，就心足奇怪。好，安尼，我看安尼，毋是，可能安尼，可能了解 ，OK，安尼，软饼，我要开始食早顿啊。おはようみんな。おはようみんな。朝ごはん食べますか？朝ごはん就是早顿。我今仔是おはよチューバー。おはチューバー。おはびチューバー。对，食べです。恁早顿食啥？我要食早顿啊。我要食早顿。歹势啊，别记翕。无好，对，おはチューバー。おはチューバー。5早就是，
而且这是暗藏两饼哦，昨昏讲暗藏两饼，我就去买暗藏两饼哦。暗搞，毋是暗搞到搞的。这个无食暗藏两饼。我感觉我报着两空呢。做小早两点，阿姨的爱心。毋过我有粒钱，太无葱啊！啥物货无葱啊？是讲两饼无葱啊，还是？是讲两饼无葱啊，还是咸豆奶无葱啊？我本来就觉得就是真正有来，大家真正有来啊！大家，咸豆奶无葱啊，对呢，咸豆奶无葱啊，都是哦，都是的。毋过我冰箱有盐水呢，还是我应该去切盐水啊？歹势啊，大家吼，互大家失望啊！但是心是袂知道的，大家。哦哇，后摆安那，后摆安那，后摆该5点半是无？袂使啊，5点半，6点大家都无困啊。牛角豆，啥物？咸豆奶爱有牛角豆啊？哦，我就想讲奇怪，啥物背景遮尔大声？原来是袂啦。我想啥物音乐较适合早顿？哦，好哦，即条好哦。毋是啊，我头拄仔讲啥？哦，我要精神啊！大家。好，我听即条，希望伊无做大声。恁敢会就是忝忝的时阵食着物件，就较有精神，像即马呢？啊，你是讲你会早顿食牛角豆啊？有起床快乐，真正是透早6点呢。毋过伊无够普通，就是正常早顿店。正常早顿店的早顿，
而且除了即两项，我阁有摕一个迄个三对子，是头家甲我讲，因要关门啊，就是即间早饭店。就，我无真正遐像，我是我无真正遐像，我是想要遐像。早饭店的阿姨，因为即间其实毋是早饭店，伊是卖宵夜的，所以其实7点嘛是7点半，就敢若要关的意思。啊，妈妈。哦，头尾我看着迄个棉花咧做 cheese 脆肠、菜丝、tamagoyaki，有心就过爱食 tamagoyaki 啊。啊，毋过去，若是去开店寿司的店，有心就无食。啊，毋过若是规份拢是两个，我就会食。我原底想讲要去泡咖啡，结果时间就到啊！啊！三的位置，对，三的位置。结果网络的，结果网络就断去啊！网络还袂醒啊！哎呦，我就那个嫌安讲，就是搞早呢，而且我阁问讲敢是初见。我逐个若是看别人的台，安尼说的时阵，我嘛会想讲是我家己的问题。毋是暗暗啦，今仔老早呢。昌平店有啊，我有买一个马铃薯饼的。买饭完做早顿，哦，我可以搞早，就是已经差不多起床啊，差不多钟是咱大家。即马爱困心已经离开我的身体啊，应该啦，我无确定。反正咱食了个爱困。活力暗床早顿，毋是什么早顿啊？早顿两饼。是讲大家平常时应该拢无遐早起床的吧？就是是安怎要遐早起床？我知影有个人爱做工课，
本音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哈，哈，都是4点，你暗时拢几点困啊？平常是6点半以后，那你今仔日嘛是提早起床诶？安尼简单入眠啊！来看著先。12点困到4点，4点困8点起来。请问大家敢是？是安怎大家拢困遮少啊？是讲今仔日啊？毋知影敢是迄个早餐店的头家还袂困醒？我甲讲我要减热量，伊讲好，要险无？我讲袂。伊讲好，等下帮你做，因为我的2饼搁咧用，伊就讲等下好啊，帮你做。结果伊回头，佮问我是干，你敢要险？我讲袂。伊讲好，我来帮你做。伊行去后壁，摕一寡料的时阵，回头问我讲，你敢要险？我讲，毋免，无爱。了，伊去敲豆量的时阵，伊做好，佮回头问我讲，你敢要险？而且问到即摆的时阵，伊应该已经有印象，就是伊头前甲我问过啊。就是伊有笑，而且甲我讲歹势，伊应该已经知影，就是伊问我做侪摆啊。头拄仔5点起来搁困去，即摆会当困啊，即摆会当继续困啊，腰就醒啊。我嘛是，就是腰就醒，毋过其实咧困的时阵嘛是困饱才会醒。困饱叫困饱，若安尼无困饱，敢是困枵？无困饱就是困枵，对无？早餐店的头家敢是拢足忝啊？赶头太找有声，好，大家排队哈。正常做我透早6点。啥物工课透早6点就爱做啊？我嘛是想讲，其实我嘛当家己做，我看伊做100摆啊。我嘛感觉伊要搞，就是伊要我食咸的。哦。困枵，对我困枵。好，我要食肉饼，结果伊互你2饼。毋过2饼敢是较俗。我暗藏2饼是最后一喙啊！最后一喙啊！其实伊无济呢。毋是啊，我昨天看到你拢咧煮物件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是安怎我无看到？等等，不要紧。那你敢是食2份？
久无食暗藏两饼，这间的暗藏是无加麻油内子的，就是大大的暗藏。好食好食，好食。一个人大，一个人大。哦，对呢，所以你是一摆做起来冰箱对无？我想要去泡咖啡，不过我毋知影外口敢有茶，敢有烧茶。来看卖，小蛋泡咖啡。咖啡狗狗，毋过我敢有咖啡啊？讲甲敢若家己有咖啡，毋过实际上我敢有咖啡啊？若是等下无找着咖啡，有够咸。讲甲敢若有咖啡共款。我来确定一下，我敢有咖啡。你说。有呢。伊是杏果色的咖啡，搁有迄落，我有一包牛奶茶啦。要啉牛奶茶还是啉咖啡？你说。毋过就是伊敢需要就是技术。哎呦喂，他有这个会？是安怎我的字变甲？毋免呢，无呢。目前无即个。直接开跳王，毋是呢，我啉咖啡嘛无一定爱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来想看觅哦，我要安怎？我先来摕杯啊，摕烧茶，转来泡咖啡，慢点呢。一下。
转来啊！我阁有迄落，我阁有一罐牛奶，会俗，养乐多的牛奶。啊，毋过我还袂，无啊，我袂冲落去。泡咖啡 ASMR， 无即种代志。会俗，会俗啊！我用一个大杯啊，在烧茶，即马，足香的呢。伊是倒位咖啡？红樱桃计划，立拍处理法，有酒香，有四季果香，有山野香，有葡萄香，有蜜甜，阁有花香甲玫瑰。是安怎有遮侪味啊？敢有？这要安怎透？安尼？啊？顶面无空呢。爱拆开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翕吹啊？翕吹？较开。大敢听着倒茶声。真正香香呢，有一个甜甜的香香味。水爱加偌济啊？水爱加偌济？豆奶加可以。等于原样。是豆奶哦，毋是牛奶茶哦。伊当咧滴，伊当咧豆豆仔滴。你会卖咯？哎呀，我阁有传牛奶呢，惊若是伤苦，我着要加牛奶，而且是养乐多的牛奶。敢有需要甲拉？应该毋免着无？伊应该会家己好好啊滴落着无？就是无免。伊敢会迄落叫啥？就是我嘛毋知，我无啉过呢。之前有人摕互我的，摕互我3包，还是4包啊？差不多。袂完全醒，就是讲安尼嘛真正常啊，对无？我甲恁讲，等下吼，
好，讲到一半拍甲冰箱时就会啊。等下吼，我就是结束，我就要继续去困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伊流甲下骹的水，流甲下骹就变咖啡。安那，高早呢，卢生。我头拄仔去摕罐生冰伫冰箱内底豆油糕，我拢已经甲我的两饼食了啊。即摆咧泡咖啡，是迄个耳挂式的咖啡呢。毋过其实我毋知影伊安怎算，就是泡好啊。应该即摆就会当啉是无？上顺的牛奶，你讲直接为牛的，就是零头输的是无？我敢若输过羊仔的，就是去一个牧场，伊就羊仔，伊就会转迄个我有够早，伊就会转伊的铃，叫你喙开去擤。有，所以敢若啉过纯的羊奶。应该是吼。到底是爱泡偌大杯啊？就是其实已经，我是用迄个肥的杯啊，肥的杯啊，放伫下骹，互我的咖啡放伫顶面。毋过伊下骹就是伊的底已经摸着。哦，原来是即种乌牛奶粉直接踢喙。有呢，毋过迄是毋是细汉的时阵发生的代志，可能是顶礼拜。搁有迄个啊，我之前毋是有讲迄个，就是啥物毒品，就是棉仔糖的可可仔粉，有棉仔糖的可可仔粉，就是嘛是有直接含迄个，直接含粉。迄有够甜，甜到要青眉。是讲咧咖啡啊，所以我即马已经好啊，是无？啊，伊内底迄个泡是毋是泡啦？这叫做薄咖啡笨手。伊种。我来啉看卖，伊讲爱有啥花芳，搁有啥，搁有，等下，伊是酸酸的呢。真正有花芳，我伊讲爱有酒芳，也是咧酸酸就是酒芳，搁有玫瑰，敢有？好，我毋捌咖啡。若是有人赛车停伫头前啊，就是雄停落来。啊，我拢毋捌咖啡，
透早笑话，希望大家介意吼。我即摆要来食我的三对鸡。新笑话，无甲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头拄讲到一半啊，这个马铃薯饼啊，迄个三多会食，因为伊其实要关门啊，所以就问我讲，敢要摕一个三多一起走，所以这是头家送我的。我想着我家己毋捌咖啡，就感觉就好笑。因为我即摆一直看着我的咖啡。一手。头拄用一个足歹的面去抽卫生纸呢。好啊，出门才讲话。你就是无讲话，然后呢，大家就会一直听着我，就是我敢若咧报物件咧。哈？食青早顿 ASMR，这嘛会使？人真正做 ASMR 的人会想要甲我拍。哇！我即摆开始用麦讲话啊。用麦讲话啊。无讲话会砸着。食饭无讲话就困扰的呢。食饭无讲话需要一点吗？需要一点吗？这叫啥？需要忍耐呢。对嘛，已经惯是食物件讲话啊。
这个长多一起真正就好食呢。你看有那种早顿店的甜甜的嘛，有那子。感谢有一间汉信息，就是我苦食，我一直食，我一直食。拢莫讲话。哦，我哈，袂晓，袂晓哦。其实平常时这个时间，除非你等下爱创啥，若无，咱会这个时间食早顿。6点外呢，无7点呢，大家。其实今仔日应该是早早对无？迄是做学生的时阵啊，6点起来食早顿，就讲什么对嘛？而且做侪人其实无法度。透早爬袂起来食早顿，就无法度食早顿啊。毋过今仔时代，学生时代，大家应该拢爱好好食早顿。最后一喙。好，我等吞落再讲话。食饱啊，大家，毋是食饱，是食了啊，大家。礼拜无早顿店，对啊，我今仔日会知啊，我头早有讲者，
我今仔日会知影原底要去楼骹的早顿店买早顿，伊的早顿是，就是伊敢若卖卵饼，还是迄种粉浆的卵饼。结果伊无开，害我走较远的买。等我坐转来，就是买转来坐伫电脑头前的时阵，已经5:55啊。高中早顿是同学帮你买，拢食啥？我看有人就是去学校的早顿拢食共款的。我毋捌咖啡，我真正毋捌咖啡。3合1的麦仔片，就心足介迄个3合1的迄个，有一种红色包装的足甜的，而且迄个牛奶足香的，牛奶味足香的迄个麦仔片，袂记你是倒一个牌子啊？搁抽一张卫生纸，我的卫生纸就是伫我的正手边的顶面。假什么？我有一阵仔早顿嘛买迄呢，就是假什么？可能是牛奶粉的。假什么好食呢？而且若是寒天，寒天伊就会当烧烧。而且我遮的假什么有加迄落白菜、小白菜，搁有迄落叫啥？鸡卵。鸡卵会当叫伊煮半熟的、半生熟的。安怎好食？我感受着啊！叫人寒天食假什么好食呢？嫌你讲后礼拜早顿，无啊，后礼拜绝对无早顿台哈。若是逐摆拢开这什么奇怪的时间，大家可能嘛爬袂起。你寒眠哦，那你等下咱搁继续困。对，搁有蛤蟆，搁有一粒细粒贡丸，搁有迄个花啊，鱼浆做的花，粉红仔色，外口是粉红仔色，内底是，哇，放假，我毋敢开啊。若无真正变做早班机的，跳王内久12点钟。做学梦就是寒眠啊，对无？对嘛？律师听律师们写嘛会寒眠拢大家。律师无迄个，就是保护大家眠梦的能力。哎笑，毋是啦，若是真正要开，大家感觉6点较好，还是7点较好？因为有的人是后壁有代志，若是后壁有代志就，毋是，现在即摆认真咧讨论早顿台的代志。
先甲大概1个啦，后礼拜拜五。共款中昼食中昼，中昼食中昼。我嘛感觉嘛是真正开7点可能较好，对无？暗顿哦。哦哇！这是啥物暗顿？暗顿时间。来找一工会当，就是透早开早顿，中昼开食中昼，暗顿开暗顿，啊宵夜开宵夜安尼，一工安尼哦，一工开4摆，大家看到就心就酸啊！你说，对啊，食几工？12点钟敢无法度食4顿？就是照普通人来讲，12点钟敢有法度食4顿？就看到就心就知影爱食饭。照3顿听我报，那安尼我可能会食树奶汤。哦，树奶汤的3点钟奶骨，啪啪啪，一直播。毋是，这样说对啊，我头拄仔就咧想讲，若是应该是12点钟3顿，可能差不多啦。就是已经进饭，就是3顿。3顿就是透早若是7点食，中昼12点食。你昨昏到底敢有去食暗顿哈？7点食早顿，12点食中昼顿，5点食暗顿，7点食宵夜，安尼就会当12点钟食4顿。啊，毋过7点宵夜有淡薄仔早，微信，无啊，无要安尼呢。啊，冰箱有木瓜，我最想要食木瓜，啊，毋过我买好啊。无，我即摆知影，我爱步步咧吞落才食饭啊，毋是啊，啥物步步吞落才讲话。好，芳味鸡卵糕，我嘛介意食芳味鸡卵糕，毋是，我到底有啥物物件无介意？哦，我甲你讲，三色豆仔甲玲玲。食玻璃，都是在食玻璃。头拄有讲啥物食玻璃？食玻璃，食饭落的是无？奶子，无果。奶子好食，冷饮哈？毋是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即摆有哈？玻璃哦，玻璃。是玻璃，毋是玻璃，毋是玻璃。奶子好食就心介意，会当冰冷冻食，皮蛋就心嘛会使。啊，毋过我有教物件，就是教迄个叫啥豆油糕，也是豆腐啊，摕去煎嘛会使。啊，毋过早顿食迄。伊说我甲麦克举来头前。伊说，玻璃吞落搁食，对，其实是安尼啦，玻璃吞落搁食，玻璃吞落搁食。啊，我若是爱讲话，就是玻璃吞落讲话搁食。啥物毋食？就是三色豆啊。甲玲玲就是红菜头，宁宁食
食进前食玻璃，你头拄仔敢有听着我食玻璃？应该无啦吼。炒鱼片，若是皮蛋豆腐炒鱼会使啊，好食。我会感觉我的人我倒厝边啊，我较正厝边是点啊？伊像安尼。好，煞去。口来啊，讲一念口来啊。对，无毋对，即两项根本就毋是红菜头爱看款啦。我毋食的红菜头是大地的红菜头，就是伊是一角的，我都无爱食，无爱食。啊，毋过若是伊切丝，还是伊切一支，还是伊切一片，我就会当接受。就是你爱煮互透，毋是。敢是囡仔人经食，毋是，是大人经食。而且这物件，这两项物件无食嘛，袂安怎啊，对无？哟，啊吧吧吧，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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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ba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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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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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m。对咩？三色豆仔就歹食，我怀疑伊根本就毋是食物。哎呦，甲时间放大。哎呀，红菜头呢？啊，毋过我会当接受红菜头炒卵，切丝青食，对，无毋对，就是牛油果，甲迄落啊，啥嘛？三文鱼的迄落，三文鱼的，迄叫啥？寿司啊，就是迄个叫倒位啊？加州港。就是甲口来，应该是念口来对无？口来啊，青食，哈？你讲玲玲青食？毋是啊，玲玲青食会当，我是无介意伊无煮熟的口感，毋是真正惊伊，就是无惊伊的味啦。牛杂，真牛杂，阿布卡罗，口来呀，阿布卡罗，物件食了开始爱困啊，应该无，哎哟，毋通，莫惊。小莫惊，小，搁食，口来啊食，口来啊食无？爱加牛奶啦，爱加布丁，鸟鼠仔敢有油？无呢，无。我物件食了。可能是血糖压起来，血糖压起来，人开始爱困啊。早顿，一宿，食饱无洗手，对啊。我拢无离开恁，要安怎去洗手？而且我用倒手柄，倒手食物件，所以我即摆是要大开咧，就开始困是吧？这个牛杂，真牛杂。
陈牛心，我真正是吼，食着有声的喙烂是无？倒头困，袂使啦。等我结束，我今仔日暗算上加好算到8点。你说？Kinoko，噔噔，哒哒，元気の子。也是7点半，但是7点嘛是8点，毋是啊，7点半也是8点，就是日时啊，即马。哈？去上课？你会当去困啦，你会当去困啦，大家。会当去困。紧去困。即摆咧看迄个票数。昨半暝啊，敢是迄个 Mercy 踢球？我体力足好诶，大家。无迟到着，对啊，毋是无迟到就好，有去就足好啊，大家知无？去上课是一件足困难诶代志呢，有去食饭，有去上课就足好啊。就算你中昼才去嘛，已经足好啊，有去就足厉害。他见拢课。无可能，今仔日袂使，今仔日暗时爱甲迄个武生含冠生联动呢。你拢迟到无准时。阿早早，今仔日真正早早，今仔日是真早早。真早早，对啊，你敢要即马先去困啊哈？袂使，无可能，对啊。无即马打食饱嘛，无法度直接去困。哎哟。哒哒哒哒噔噔，哪会看起来？敢若会当算一下？好啊，算到7点半就好啦。互大家会当要困啊去困，啊要创啥？要困啊去困，要创啥？要上课诶去困。对，好，跳到7点半。哎哟，那我来换一个背景。换一个跳舞。嘿，哇，但着心伤大。安尼，换一边一点嘛，就是安尼，伤悬啊，安尼，较悬一点，安尼，好，差不多。毋是啦，哈，等恁同学敲电话，好，有同学敲电话就好啊，对无？
传说中顶面有一个水公牛仔。今仔日的目标吼，就是跳转去昨昏遐啦，啊若就是，好啦，无要紧，我先莫讲啥物目标无目标的代志。慢点呢。家己的老话藏来较我这边。无啦，毋是啦，无。同学较互你加困1点钟合理啊。丽叔，morning good。敢有困饱？有困饱无？大家拢无？哈？伊伫门口等你起床，啊你佮加困1点钟安尼？伊伫门口徛1点钟，敢无上去？我无，惯势安尼吼，我爸，是的啦，因会当拍麻雀啊。恁敢会晓耍麻雀？因为着啥物伫就想要学诶。啊！哦哟。好好规定落去，应该毋是啦。看起来已经毋是。因为我即摆看人拢咧耍日本麻雀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我毋知影，就是日本麻雀甲台湾麻雀有啥物，就是无共。哇！哦，大家做伙约食早顿。胃镜三牛炸。对啊，就是先曲魂安尼。胃镜敢是 long time no see you。但是我最近介意开无共款时间，就是无共款时间会看到的人拢无共。啊，就是想讲，就是大家，就是心内就想要看到大家。应该毋是。迄看起来有够困难的呢。触礁啊！我麻雀，啾，拢有你。哇！透早莫遮尔激动。哈？拜托，我足老的好无？我今仔日顺利起床呢，拢困枵。就是即摆应该嘛，阁足侪人拍迄个撸着无？拜托，答应大家代志，这就是一个原则啊！做袂到的代志，毋通后袂讲。无啦，哪会啊？即摆摔落，阁摔100摆，我嘛是无要紧啦，应该是啊。就是无诶啦，已
经袂写到遐下骹，应该袂。恁平常时敢有咧耍啥物游戏啊？就是家己平常时咧耍诶游戏。足紧就去哩啊啦！哦 ，FPS 迄种诶是无？我是顶摆才发现，毋是，才知影 FPS 是啥。吼，手机仔诶，推荐一下好无？我月底诶时阵，若是你有要，就是 Discord 咧通行证会员，你会当甲着心做伙拍动物大逃杀。未来嘛有可能会，就是开放迄个观众场。对啊，我有头拄啊，我想这嘛是就是弹来弹去诶游戏对无？搁咧跳，哦，分黑，啥物货？分黑游戏我有耍过迄个叫啥？我有耍过迄个空洞骑士、骑士、Hello Night。有啊，分黑，我搁咧思考呢。哈，啥物货？想要杀人？分黑游戏，看跳王会使，毋是呢。跳王你有心理准备啊！我之前有讲过，我耍迄个 Hello Night 的时阵，耍到要生气，嘛无真正生气啦，就是哈，迄是啥？分一是啥？啊，毋过伊足古锥的，恐怖的游戏，先免，先卖。啊，毋过若是有迄种，就是无介恐怖的游戏，大家当推荐互我。就是我会看牛相来甲我做伙耍。较正确是讲，迄是啥？其实无，我若是真正惊着，我就会开始哭啊！你可能听袂着啊！其实大家若是即摆甲我推荐恐怖的游戏，对无？我嘛是，就是我嘛毋知影，因为完全无摸着迄块。哎呦！我真正会哭，我会头拄迄个声是安怎？敢若耍跳王的时阵，就会出现。就是毋是，我就会开始想着，我即摆惊着我未来的半冬，拢会一直想着迄个画面，逐个敢袂？就是我拢足配合迄个，耍恐怖游戏的人呢，因为就是毋是一个看着啥都会梦着啥的人，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梦。就是有人会使，啊，毋过我袂使，我无法度。
当当当，一宿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进前，我搁讲一个，这个故事已经讲3摆啊。就是进前冠生毋是有耍迄个拍鬼啊！冠生耍拍鬼的时阵，迄个内底有一个阿嬷，其实伊嘛无特别恐怖，啊，毋过伊就是徛伫门口，啊，我就惊着，结果我迄暝就梦着迄个阿嬷。对啊，若是会含面就莫算较好，莫看啦，就是着算后摆，着算以后，就先开恐怖的游戏。大家嘛是真足看就好啊，就是你若有法度接受，就是迄个阿嬷足奇怪，就是你若有法度接受才看，莫逼家己看。哎呦！哈，规暝无困。再会。我无看过这个游戏，我等下来查啊！我等下来查，到底是有鞋啊无？即摆无钱。哦哦。哦哦，我感动就心足爱哭，就心其实足爱哭。哦，去月球，敢是剧情？就是剧情游戏。啊，毋过剧情游戏拢有一个问题啦，就是毋是逐个人拢会当伫打开始的时阵就开始看海信。所以，若是你中途入来，就会毋知影头前做过啥物货。单靠心，哦，就是安尼，大家就会哦，2摆海信就当完成，敢是差不多4点钟的游戏？我5点钟，哦，嘛无介长。好啊，我再来研究看觅啊。我昨昏有一件足含的代志，就是我伫坐，我咧创啥？我行伫路顶，就看着一个广告，伊讲啥物？猫咪公司伫啥物所在？迄句话应该是猫咪公司照顾少年人啊，疼惜少年人伫啥物领域？啥物领域做50档？我都目眶红红啊！感动的所在有够奇怪，而且明明就知影，迄落就是发生啥物代志。明明就知影伊敢若是广告，啊，毋过我只要听着即种，就是有淡薄仔感动的所在，这嘛毋是普通人会感觉感动的呢。单良心，我毋知呢，就是会感觉哦，虽然知影伊是广告，啊，毋过哦。全英文，请问恐怖的部分敢是因为全英文？ODD Taxi 我有看啊，我顶间阁有推荐大家看，就心诚介意，就是会当接受的。哦，真正恐怖的 Backrooms。我拜二要耍The Rooms 2，
你感觉无种？就是我无介意看，我会感觉恐怖的代志，头一个是熊熊冲出来，第二种是就是伊的面看起来足恐怖的。冠生老师，你是讲恐怖游戏找冠生老师是无？啊，冠生老师就负责讲故事，讲到烦，讲到袂恐怖。内底的怪物生甲足好笑，来我来看卖，我来看卖。变英文课。拜二的 The Rooms 敢若嘛是英文的，就是毋过我有找着有人翻译的，对，我会对照咧看。我会记即逐个投票应该是投要算着无？就是我会惊，若是伊熊冲出来，哇！嘛无介意看着火，无介意看着就是泰哥的迄种物件，就是有诶雕工甲伊用甲烂是安怎我都无介意。想着啊，就是我其实是经过训练才敢看，就是迄个叫啥？学院孤岛。7点半大家会当去补眠啊，大家。对，毋过重点嘛，其实是律师毋若看着，律师是听着，就是头壳就会有画面的。哇，恁足够想呢！就是我足惊，我是想就会记牢牢的人，而且有诶时阵根本就无可能事实上无遐尼恐怖。毋过我就会，就是记牢牢，记足久诶。哇！今仔日多谢大家来陪有心食早顿呢。对，迄个共感性非常的厉害哦。就是我若看到有一个人足可怜的，就是伊就算伊无真正足可怜，我决定停伫遮。陪大家食早顿，对啊，陪大家食早顿，我决定停伫遮，互我的后一摆跳舞有新的迄落。我完全毋敢看呢，我连看着迄个翁仔就感觉足恐怖。转来遮。对，即个有跳起哩啊！我着讲，昨应该是我想过想要跳夜市啊，毋是跳夜市啊！救命！耶！你心惊足够，请学乐我。好，我来开始讲啊。若是你介意今仔日的海信，会当试下开赞。若是昨的夜市，对，我来讲一下昨的夜市啊好啊。昨我去食迄落番薯丸，搁食迄落啥，搁食润饼糕，冰淇淋的润饼糕，搁有食臭豆腐。算，我有去食臭豆腐，毋过毋是煎的，是煮汤的。搁有去食迄落排骨酥。毋是排骨酥，就是迄种鸡腿酥。鸡腿酥是蓝糜仔粉的，因为竟然找无鸡排，一个夜市竟然无鸡排，发生啥物代志？鲁比敢食饱啊？反正就是昨个迄落食甲足欢喜的。
哦，我看到你食饭丸啊，对，你头拄有讲你食饭丸对无？等下吼，今仔日会知影来，哈卖了啥？你讲鸡排哦？毋是，是迄间迄个夜市啊，无卖鸡排。我想啥物代志，竟会当无卖鸡排？好，大概我今仔日要推广的物件吼，是叫做新的朋友啦，朋友。若是你还袂买，会当进来买，就什么朋友？啊，若是你好，反正就是耶，紧甲就心带转去，毋是带转去，是带转去。就什么朋友有够古锥，家己讲。啊，毋过就是大概咱加买通行证，通行证会有一个月，我含有声含冠生拢总有10张的，就是特别的。伫 Discord 内底会活动，啊后礼拜有一个，就是有通行证会员的，迄叫啥？通行证会员限定的，就什么小小台，若是你有啥物想要就什学乐哩的，也是讲有啥物头家做讨厌，也是啥物同学做讨厌，耶，领薪水！啊，毋过大家就是嘛是。爱考虑家己的经济状况啊，毋通就是买这啊无食饭哈。逐摆看到恁无食饭，我就会感觉，哈，那呢我敢是嘛？我敢是咧是浪费食物？我食这么济，啊，毋过有人无食饭。哇，阿正够早，辛苦啊！即摆应该是你上班的第4点钟，要第5点钟对无？好啦，反正就是大家会当来买朋友，好，请就是留好家己的食饭钱哈，大家爱记去食饭。若是你还袂食早顿，即摆会当去食。若是你还袂困饱，你即摆就困枵诶，上就身即摆就是困枵。若是你困枵，即摆就会当去，就是继续困，含着心做伙补眠。哦哇，等下你毋是昨昨日？对啦，反正就是欢迎大家买朋友。啊，若是你时间会使。迄个有迄个啥，通行证的节目表，会当月初，阿兄即马12月初4。啊，你月底爱有法度食饭呢，大家。好啦，反正就是恭喜，毋是恭喜。多谢大家今仔日来陪着心食早顿。啊，后摆若是你阁想要看到早顿台，也是讲食饭台，会当伫这影片的较老话，甲着心讲，啊个啥？哦，对啊，对，想着通行证啊，阁有另外一个物件。哦，我毋是呢，等下，啊你请细哩。通行证阁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即摆较无听着，就是会抽人出来，甲你讲电话，伊对伊咧讲电话，互大家。好，啊，阁有啥？好啦，我要结束今仔日的海信啊！大家要困的紧去困，要补眠的紧去补眠。啊，要创啥？
要去上课诶，要出门啊，要去食早顿诶，大家路程拢爱细哩，知无？啊，要去写宿题诶，着加油，加油！搁有啥？准备好要继续困啊！对，紧去休困。好，我即摆要来讲，即摆到底是要讲早安，还是要讲暗安啊？哈？安那？这个是啥？现在有关创曲。好，报名了去上课，袂辛苦。讲早安好啊，牛早，拜拜牛早拜拜，应该是拜拜牛早。好眠，好眠，大家好眠，讲拜拜啊好，一天牛早好眠，好眠，过去上课加油哈！啊，路恁家己细哩，饭爱食，大家。阿正嘛是辛苦啊，做工课辛苦啊。明话你紧去困，你是安怎半暝仔毋困啊？阿酸就是写功课加油，等你暗时的时阵来。你说暗安，毋是暗安。多谢你今仔日来哈，大家，多谢恁今仔日来看着心伫这个遮奇怪的时间开台。袂辛苦啦，这支暗安，毋是暗安哦哟，我无爱讲暗安。阿棍初见平安，毋过我即摆要休困啊，要继续来困啊。继续，搁有啥？无，今仔日应该无啦。搁有啥？哇，感谢阿哥。秘书多谢你今仔日来，七奇嘛多谢你今仔日来，袂辛苦。Good morning， おはよう，来困，大家来困。好，拜拜。今仔日上到好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暗时啦，哎呀，讲着想着啊，暗时8点，大家暗时8点有联动，新小熊的联动，大家来哦，拜拜。